哦，这什么蛋啊？是蛇蛋吗？这是蛇蛋吗？哦，十几颗呢，它都孵也，都那个孵出来了。它如果一颗一只的话，十几只呢，它可能是蛇蛋哦。这样不就有蛇了？哦，你看夏天草场哦，但不要随便到那个草场的地方，有蛇多嘞。会用谷歌智慧镜头拍照辨识看看呢，看看到底是什么动物的蛋呢？哦，然后刚刚又发现那个蜈蚣呢。你看这个蜈蚣呢，有没有看到蜈蚣啊？哦，蜈蚣，蛇怕蜈蚣哎，有没有看到蜈蚣啊？蛇怕蜈蚣哎，刚刚蜈蚣有没有被用锄头砍断了？还有打草的时候也可能打到那个蛇的。哦，你看看蜈蚣呢，不要杀生啊，不要杀生啊！庙会都有那个百足真人，就是蜈蚣。哦，蜈蚣能够对付那个毒虫啊、毒蛇啊。蛇怕蜈蚣啊！你看那个百足真人阵就是那个蜈蚣阵哈。今年2026年，快要过农历年了，新的农历年哦，家里金堂殿，台南家里的金堂殿哦，有庙会活动，可能会有王传祭典、建教大典，也会有蜈蚣阵哦。以前看到那个蜈蚣阵，号称全台湾最长的呢，108纵是配合那个36天罡、72地煞加起来108，天罡地煞合起来。哦，那个蜈蚣阵，每一个都代表历史人物啊，或者是天罡星、地煞星哦。蜈蚣呢，